继续来看这个网红蕾拉甲伊做 DJ 的红婿，昨警方去因兜嘛敲出着大麻。一开始这个蕾拉的红婿佫讲，大麻甲昏倒是为泰国买的，无确定为虾米会早转来台湾。但是这种的讲法是犯着走私罪咯，所以因防无报请回了后，赶紧请律师来发声明，讲绝对无走私。蕾拉进前捌互邀请到石榴署参加着反毒联署的活动，想袂到即摆竟然牵涉到毒品的案件，实在是真讽刺。4年外前，反国男孩捌受到石榴署邀请，用快闪的行动招民众联署反毒的活动，想袂到成员蕾拉煞牵涉毒品，真讽刺。感觉就是有，没有，可恶啊！反国男孩2年前为着自称拢带去验尿，结果拢是阴性。丽拉当时阁互主持人开讲，较早应该有捌用过。丽拉讲无这个代志，想不到经过2年，丽拉甲因先生唐武和警方查到有大麻。昨透早，丽拉翁某正准备带囡仔要出门，警方上门的时，唐武拄开始阁无愿意配合，一直看到搜索票了后，才有警察家己去敲，结果伫房间床头柜啊有敲到大麻。伊讲这是伫泰国买，唔知是安怎早转来台湾的。这个讲法有可能牵涉到走私毒品的同罪，无报请回了后，赶紧澄清。虽然2个翁仔某拢重申讲会积极配合调查立场，验过嘛强调讲绝对无走私，好亲像是惊讲这个火会愈炭愈大，是讲翁某2个人声明无共步，甚至连律师事务所嘛无共款。和外界认为讲，敢会是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台南来是各自飞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